歡迎光臨海洋公園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客務中心、售票增值機、入閘機、自助客務機、月台及無障礙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閘外嘅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閘外嘅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售票增值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售票增值機。如要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再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要前往付費區內嘅客務中心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右轉，再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付費區內嘅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自助客務機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自助客務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海怡半島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五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海怡半島方向月台之樓梯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海怡半島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再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海怡半島方向月台之升降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金鐘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金鐘方向月台之樓梯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金鐘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金鐘方向月台之升降機。如要前往無障礙洗手間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無障礙洗手間。